Hello，大家好，我係輔政師 Johnny，我係抗病治抑鬱病研究系列嘅作者。我自己本身都係一名既資深又專業嘅抑鬱病病人，患上抑鬱病亦都已經超過30年啦。我去寫抗病治嘅目的就係希望可以徹底解決抑鬱病。今次呢一集嗰個主題呢，就會係講下點樣去界定患上抑鬱病，乜嘢係抑鬱病？我點解會覺得自己有抑鬱病呢？點樣為之有抑鬱病？有抑鬱病同埋冇抑鬱病嘅分別喺邊度呢？好多嘅討論可能都會環繞住一啲病徵，但係我一直都覺得就係好多嘅討論都冇深入去病徵背後究竟發生緊啲咩事，究竟嗰個病人身體裏邊、身心裏邊究竟有啲乜嘢係唔同咗呢？好少呢一方面嘅討論。而我自己嘅寫作所遇到嘅第一個問題，亦都係呢一個問題：究竟點樣為之有病？呢條界線喺邊度定？我點樣界定？翻去一個好實際嘅問題就係，究竟我有啲乜嘢唔同咗？我邊一部分病咗？我能唔能夠指出呢一個唔同咗嘅部分？我能唔能夠去指出邊一個部分？我嘅邊一部分係病咗？我能唔能夠指出？而我相信能夠指出呢一部分之後，好多嘅討論，好多嘅論述，可能會更加清楚，可能會更加清晰啦。咁呢一個就係我今次想講嘅主題。喺講呢一個主題之前呢，咁上都好幾條片，好幾個集數呢，都已經係講緊抑鬱病係好難去講。抑鬱病好難去講嘅背後，有好多原因啦。第一就係根本就好難去分清楚個病同埋個病人自己啦。亦都包括就係主要嘅抑鬱病嘅患病經歷係痛苦，而痛苦亦都係極之難去表達。再落去嘅就係我哋病人嘅嗰個嘅腦袋係受到影響啦，受到傷害啦。我哋嘅記憶係好容易會俾抑鬱病影響底下係扭曲啦。可能會改變咗我哋去揾記憶出現喺我哋腦袋嘅呢一個咁嘅情況啦，所以特別容易係諗起一啲唔好嘅嘢啦，特別容易忽略一啲可能係好嘅元素嘅嘢啦。咁呢啲就係過去嗰好幾個嘅片裏邊所講嘅嘢嚟嘅。去講點樣去發現有病，點樣發現冇病？點樣為之有病？點樣為之冇病？我相信係好多抑鬱病病人佢哋第一個面對到嘅問題咯，就係自己都可能未必可以話到俾自己聽有病，自己都未必能夠好清楚自己嘅身心裏面係發生緊啲咩事。喺一個唔知道自己有病，唔知道自己身體裏邊發生緊啲咩事嘅情況底下，好似最好就係有第二個人，有第三個人可以話俾佢聽佢發生咩事咯。而尤其是係如果係有一啲好權威性嘅人可以話到俾佢聽佢發生咩事，好似可能係幫到一個病人解決咗一部分嘅煩惱咯。咁但係我
正如頭先所講啦，好多病人佢所面對嘅第一個嘅問題就係佢連自己發生緊啲咩事都唔知道，佢連自己發生緊啲咩事都冇辦法講得到清楚出嚟啊！咁而嗰個問題就係、好多嘅病人，佢哋覺得有地方唔妥當。喺患病嘅初期，其實係覺得好多自己嘅地方，好多生活上面嘅地方都唔妥當，但係就冇辦法去好好地去講到究竟個問題係乜嘢咯。咁正如我之前嘅片所講啦，咁我會概括咁樣再講就係一般嘅病人喺初期所面對嘅嗰個嘅問題，概括咁講有兩方面嘅。第一咧就係病人嘅嗰一個認知系統同埋病人嘅嗰一個意識空間。喺呢一個情況，喺呢個問題影響底下呢，就係完全被負面思想所霸佔。佢哋嘅腦袋呢，係會不由自主咁樣反反覆覆咁樣喺負面思想裏面運轉兜轉，所以喺當其時咁嘅狀態底下呢，好多嘅病人根本就係冇空間，冇能力去認識身上邊、身心裏邊嘅問題，再包括就係呢個問題本身已經係唔容易理解嘅。而第二個方面嘅概括上面嘅情況呢，就係生活問題。因為抑鬱病嘅病人受到抑鬱病影響底下，其實好多時候抑鬱病嘅呈現或者抑鬱病嘅出現，就係同好多嘅生活嘅問題糾纏埋一齊。正正就係因為個病人受住抑鬱病嘅影響，令到好多方面都冇辦法做得好啊！好多身心裏邊嘅情況都受到好大嘅窒礙啦，好多嘅障礙出現啦，所以喺生活裏面呢，好容易係出現好多嘅問題咯。而呢一啲好多嘅生活上邊嘅問題，變相嚟講又會變翻做病人嘅困擾咯，亦都會同時間就係繼續霸佔病人嘅認知系統同埋意識空間咯。我成日都話要理解抑鬱病係一件好難嘅事。要理解抑鬱病，而根據我自己嘅經驗呢，就係我好似首先要去穿越咗一個語言同埋生活嘅森林，或者係一條好大嘅護城河啊！語言同埋生活，所謂嘅語言就係充斥喺腦裏邊嘅負面思想啦。生活嘅就係生活上邊因為抑鬱病嘅影響遇到嘅好多嘅挫折啦。我好似必須要解除開呢一啲嘅負面思想，解除開呢啲困局思想陷阱嘅時候，我好似要解決翻好多嘅生活嘅問題之後，我最後先至可以揾到究竟抑鬱病係啲咩嘢，我最後先至可以知道原來抑鬱病係咁樣，佢係咁樣影響緊我。而另一個例子就係，我好似要去揾出抑鬱病個中間一個過程，好似係必須要，好似係拆解一個語言同埋生活嘅迷宮咁樣。好似頭先嗰個講法啦，呢一個迷宮就係好多負面思想嘅充斥，好多生活嘅挫折，我必須要排除，必須要拆解呢一啲嘅負面嘅思想，必須要應對自己嘅生活嘅問題。當好多呢一啲困擾住我嘅情況平息咗之後，我好似先至慢慢咁樣走出呢個迷宮，慢慢先至可以
拆解呢一個迷宮，然後先至望清楚究竟抑鬱病係點樣影響緊我。咁以下落嚟嘅或者今集或者係以下落嚟跟住落去嘅片啊，我會繼續去講我自己係點樣去穿越呢一個負面思想、生活挫折嘅森林護城河，點樣去穿越同埋拆解呢一個迷宮，最後係點樣去揾出抑鬱病嘅一啲嘅面貌咯。我都唔夠膽講我見晒、睇晒、了解晒全部嘅抑鬱病係點樣樣，但係我就花咗好多嘅功夫嚟到去穿越呢一個森林護城河，穿越呢一個迷宮啊！我見到幾多就寫低幾多，就想講幾多俾大家聽咯。翻去呢一條片嘅嗰個嘅主旨啦，就係究竟點樣去界定有抑鬱病？點樣去界定有抑鬱病？好多我自己過去一段好長嘅時間，我都係諗緊呢一個問題啊。而當我自己去寫第二本書嘅時候，日記研究啦，抑鬱病的生成、惡化和爆發。抑鬱病的生成呢一部分所面對嘅第一個嘅問題就係點樣去界定我係有病呢？我點樣去揾出我係有病呢？我深信好多人、好多病人，甚至乎好多醫護嘅人員都棘咗喺呢一個問題裏邊咯。點為之有病？點樣講到幾多啊？或者一啲好主流嘅睇法嘅做法係血清素低啊嘛，但係好諷刺嘅就係你即使去睇精神科醫生，個精神科醫生都唔會同你去驗血清素嘅多或者少，根本唔會同你去驗，或者係驗血清素嘅多少或者嗰個水平係本身有好大嘅風險啦，要驗脊髓嘅一啲嘅液體啦，驗脊髓即係要喺你嗰個嘅脊椎骨裏邊去抽一啲液體出嚟去化驗啦，而似乎呢一個數據得出嚟嘅數據都唔係一個直接嘅量度，而係都係一個評估咯。咁究竟點為之有病？點為之有抑鬱病？而我嗰個睇法咧，漸漸就即係我喺寫作嘅嗰個過程裏邊，漸漸就摸索到一啲方向咯。我就盡量去睇下，究竟我喺覺得自己有病之後，究竟喺我嘅身心裏邊有啲乜嘢嘅地方係改變咗嘅呢？有冇啲乜嘢嘢係有啲乜嘢嘅影響係多咗嘅咧？係有嘅咧，以前係冇嘅咧。而我就係好集中去睇，究竟我覺得自己病咗之後，我係有啲乜嘢嘅嘢係多咗，係唔同咗。呢一樣嘢就係我去界定有病嘅一啲嘅地方咯。好概括咁講啦，因為我嘅書都已經寫咗寫到第6本啦。我去界定抑鬱病嘅時候就係第一，我覺得患上抑鬱病之後嘅我係對壓力係過敏，對壓力係過度敏感，係有一種過敏嘅反應。呢一種過敏有兩個面向嘅，第一個面向咧就係我好容易因為好少嘅事就 sense 到壓力，甚至乎我 sense 到壓力都唔需要經過我嘅大腦，我變得對壓力呢一樣嘢係好敏感。
第二個面向就係我對於壓力嗰個反應係太過劇烈，係過度劇烈啊，已經係超出咗一般甚至乎所謂嘅正常嘅範圍咯啊。所以第一個嘅覺得所謂有病嘅我自己一條界線就係壓力過敏，對於壓力過敏。而我自己身體上面有啲咩改變咗呢？咁我覺得第一樣嘢改變咗嘅就係我變得係睡眠失調。我嘅睡眠失調係日頭係瞌睡，夜晚係失眠咯。而我失眠嘅情況呢，就係淺睡、多夢、早醒。由於我嘅失眠嘅問題啦，亦都我唔知道會唔會有直接嘅關係，但係有直接嘅關係一啲都唔出奇。就係我第二個問題就係我嘅身體係好攰。但係呢個攰都有兩個面向。第一就係我冇力嘅，我嘅 energy level 真係好低。第二呢，就係我失去咗好多嘅推動力。我好多嘢我都連想都已經唔想去做，而呢個唔想去做可能亦都係受到壓力過敏嘅影響啊。跟住多咗嘅喺我身上面多咗嘅一啲嘅情況就係我個腦，我嗰個頭顱骨係變得係好繃緊，好裏邊好似係脹大。我個腦袋好似脹大住，我個腦袋裏邊嘅血管好似係好似係血壓好高咁樣樣。我個頭顱骨、我個太陽穴、我耳仔對上嘅位置、我嘅後腦有一種好似脹大、好逼迫、好繃緊嘅一種嘅感覺啊！呢一個都係多咗嘅。跟住就係我嘅心坎同埋我嘅腦袋係多咗一種叫做陰隱痛楚嘅情況出現，而呢一種陰隱痛楚就係直接令我產生好多不安嘅感覺。然之後我個腦袋跟住呢一種陰隱痛楚就係會出現咗好多擔憂、焦慮、悔疚嘅感覺出嚟，甚至乎係驚恐。咁跟住再多咗嘅嘢係我第三本書所寫嘅啦，壓力下的癱瘓啊！我喺壓力對象嘅面前，我係完全係好似動彈不得咁樣樣啊！概括嚟講啊，我自己睇到我自己冇病同埋有病之後嗰個嘅分別，而我 identify 到嘅嗰啲嘅分別，就係頭先我所講嘅嗰啲嘅嘢。喺往後嘅片段裏邊呢，我會多啲去講，亦都詳細啲去講裏邊嘅內容係點。咁今集同大家就講到呢一度為止啦。請大家繼續支持我研究抑鬱病，支持我寫，支持我出版我寫咗出嚟嘅著作啦。請大家支持我嘅交流嘅活動啦，我嘅講座啦。最後即係我就希望我對於徹底解決抑鬱病嘅呢一個願望可以早日達成。多謝大家收聽，拜拜。